牛仔爱讲仙，愈饲愈大牵。这字仙吼是身躯的身这字吼，这字读作仙。我会记较早阮饲牛啊吼，我用个台语吼念顺口溜。我讲真正的吼，顺口溜咱会当讲顺嘴念啦吼。我较早饲牛啊吼，我读国小的时阵是吼，无要紧，我讲袂要紧吼，我袂去注意这个几岁吼。我1905年出世的啦吼。我伫读国小的时阵吼，阮饲牛啊，就会安尼念的吼。阮个迄度，阮拢会讲分啦吼。头我家己无个甲阮同学吼，因有饲会甲分吼，分迄落吼龟尾啊吼，龟尾啊，我则是先超工讲尾啦吼。其实毋是尾啦，牛啊吼的单位吼，咱来讲会当讲一仙吼。有人迄个因为牛仔后壁了后，伊就变做迄鹅嘛吼，鹅就6支骹吼，就会变做一只吼。因为牛仔其实迄个幼虫时阵，你注意甲看，伊嘛有骹吼。所以阮较早真正是安尼讲哦，来，或者吼，一仙两仙，四角尖尖尖，一只两只，四角恰恰恰，什么意思咧？这是阮较早伫饲牛仔真正就安尼讲吼。意思讲哦，你若干那饲吼，只有养那个一条两条养不起来啦吼。安尼叫做一仙两仙吼，四角尖尖尖吼。伊若要讲只，你看，像这个只吼，一只两只，四角恰恰恰哦，就使得那个都已经变成那个什么干巴了。恰恰恰是使得像干巴一样吼。你看只恰哦。这是啥？这个是入声吼，咱伫讲的这个台语的入声，你看有够水吼，一仙两仙，四角尖尖尖，一只两只，四角恰恰恰吼。